迄是足只人有法度会使拍球的所在。台语是要安怎教啦啦队同做伙，我就最好奇的。想要吼较侪少年人会当看到讲台语的魅力，互因知影台语是足好的。互我一个机会，给我一摆机会，互我一个机会，互我一个机会，我嘛想要有一摆的机会。所以我会就拍拼。因为上拍拼迄个。来着完成我的梦想啊！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感觉是梦想开始的开始。互我一个机会。我嘛想要有一摆的机会。我嘛有想要足一摆的机会。我希望逐摆拢有机会。真的啦吼，即届咱第二季的即个菜鸟啊要做的吼，就是要做这个应援团的啦啦队啊。啦啦队。嘿啊，其实无简单呢。真正无简单对无？伊爱为一个无接触过啦啦队的人，变成一个会当徛起的啦啦队员。要开一个月的时间，看家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对。咱即摆要来陪伴因吼，做伙吼，甲加油甲支持。是。咱这菜鸟吼，尾也是剩10个啦。剩10个。啊，要变做这10个进程吼，是经过这个大海猛将嘛。千挑万选。有超过300个人来报名，最后会留10个落来，唔知影是啥。28号连颖华，各位老师您好，我是连颖华，麦当叫我华华，我身高158公分，淡薄仔较细只，不要紧，我75公斤。我拄则去量血哦，老师讲我脚足落。哦，敢袂记上啊？好，随时回温。各位评审您好，我叫做柯佩文，我即马伫台湾大学读研究所。来当国在新诶。32号，大家好，会当叫我阿琴，我今年27岁。大家好，我叫做佑宇，今年18岁。高三会明白吧？大家好，我叫陈颖欣，毋过我艺名叫做韩天。大家好，我是张佑书。大家好，我是陈莫林，买单叫我小莫。我本身是讲个英文。拍过广告。对啦，拍广告。大家好，我是李婉君，买使叫我露娜。大家好，我是李义君，大家使叫我宝宝。啊，我知，这两个是相生啊。啊，有成有成。这两个若毋是头毛无共识，我认袂出来。上我点。大家好，我叫陈建武，也毋过我阿妈拢叫我建义，我嘛毋知为虾米。哦。啊，哪有一个查甫的？嘿啊。其实我原本上主要的原因是，我阿妈看到我，阿妈就在台北过了就好。成为啦，这一直拢是我的梦想。加上我是伫台语家庭大汉的囡仔。而且我嘛无想要甲我的台语放散。我连我和迄身躯边的朋友，伊拢无啥人讲台语，但是我嘛足介意和因用台语开讲。做啦啦队其实是我的梦想，我感觉有机会我就把，因为机会是袂等人。哦，听诶。剩的就是这10个。哦，这个。我无真感觉啦，迄个倒边顶悬倒边第2个迄个袂歹。琴啦。嘿。琴，阿琴你改阿琴啊哟。因为伊是阮的球迷，定定伫球场看到啦。因为你知影，阮的球场的导播嘛，拢会看迄美女。伊定去恁兄弟遐看球就对啦。是伊嘛咧翕个水的，人也翕啊，拢会翕到啦。表情がすごくいいなと思ったのは男の。我知，因为伊咧笑对无？因为伊咧笑对无？这内底既然这个查甫去用镜出来，我感觉伊嘛是真厉害哦。真正是真。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一般来讲，我看到的这个应援团的啦啦队，拢查某的较济，有查甫的无？有啦。进前美传。美传。有一个高遐。细只高遐。细只高遐。伊进前原本是啦啦队。啦啦队，即摆伫咧做主持，对，该做主持的就无跳啊。啊，毋过即摆有一个道地啊，已经在挑战啊。哦。
你选我，找出倒红顶的镜头，倒青顶的镜头，会骚动的镜头，爱注意含这哦。按照指示完成任务，就会当得到分数，分数加起来上高的就是 MVP。啊，那 MVP 嘛，是会当住伫的 VIP 哦。对啊，这青瓜。这个是拄仔讲，伊是呆呆的。我对伊有印象。是啊，我拢揣无。我是要看这。我叫慧文，我的名有小可菜市啊。我即摆伫台湾大学读研究所，因为我家己是，我做啥物代志拢介认真，我学舞爱学真久。伊咧跳呛死呢。但是我介意迄种较 sexy 的动作，我感觉我家己较含慢啊，我无相关的经验，我嘛真惊见笑，做啥物代志拢爱慢慢来，倒倒来。伫遮。注意力要记点过，找到倒红顶的镜头，将伊关掉，就会当得到1分。我拄则讲的迄个保险球袂啦。大家好，我是晴。我是台艺大戏剧系毕业，所以我会晓淡薄演戏。我介运动的，乒乓、打球、棒球，搁有跳舞。细汉时拢家己学，毋过我大汉了，我有出去学跳舞，差不多3、4年。我是想要去中心的兄弟，因是做文化就是因我介意迄种感觉，嘛是黄色这个色的代表。哎，讲要来阮兜啦，收啦，收起来，收来看球，收啦。因为我袂当甲你选啊，遐大家选啊，那是上坡吗？上架啦。上坡是啥？迄个运动，我上爱吹机器遐，因为我感觉就有挑战。我迄个时阵找足久呢。对啊，顶悬敢有？我搁行转来啊！应该会藏伫较暗的所在吧？迄后壁敢有？无错，伊目睭遮大蕊。目睭大蕊就无一定看有你咧。对啊。哎呀！我是夏慕玲，陈默玲，今年22岁，过高档的芭蕾、甲民俗、跟国标还有肚皮舞。上会晓的代志是唱歌甲跳舞，还有煮饭，因为我就介意烹饪。阮即摆要去找迄镜头，你讲。迄是啥？吹到啊！该贵掉。好，是安尼。大家好，我是露娜，我甲伊是相识啊。我是姐姐，会使叫我宝宝。阮之前是拍羽球运动，进前拢是长头章学习的啊。哦，日本。旧年开始无共款，因为我想要开始甲伊无共款啊。
我即马26岁啊，旧年的时阵嘛有去选过啦啦队，不过只有进复赛。迄个时阵跳舞伤烂，不过我就一直想要选啦啦队。伊就想要参加，所以希望家己会有好的表现。安尼，伊一直拢跳得比我搁较好，进前拢是伊教我的，伊是我的老师。我会甲家己讲要加油，公平竞争安尼。阮两个大家会叫唔到我甲伊的名，可能会感觉足共的。也毋过我甲伊其实个性较无共，我就想讲会使甲别人配合，会有别的发现。会算姊妹情深啦，迄呢。这拢会甲。有当时啊，虽然讲是姊妹啊，其实拢会想要甲伊比较，会想要比较。啊，毋过看起来感情应该是袂歹。袂歹是袂歹，但是你会想讲你要做比较好啊。对，因为阮之前有一个队友，伊嘛是相生啊，伊嘛会安尼。大家好，我是高颖，今年18岁。又赢啦，又搁赢。主要伫园学芭蕾、民族、现代，各种去读舞蹈班，各种较接触街舞。忙内啦，嘿啦。因为我是年纪上细，我当初入来甲遮的姐姐可能会有迄种可能，因为是姐姐，所以我都甲伊就是好好啊讲话嘛。所以我其实就惊的，啊，毋过，咱去佚佗，我很好康的，我很好康的，紧来，来啦，我已经买一瓶吧，有2台哦，2台，哇，啊有一点哎，我会使啊，大家拢会甲我。Let's go， 惊，我惊着就，因为我咧行路，行到一半上人甲我救到。你就叫高雅哦？什么高雅？高雅就高雅。有。就是大家无我想的遐无好讲话。你家？大家好，我是糖糖。你要啉啥？拿铁。这是冰的拿铁。我是较内向，惊去甲人讲话。我是会想要先去找一个人，然后和伊做伙去耍遐游戏的。你找着几台？你就坐3台。我找着2台。就歹找啊！我找3台，1台已经互关起来了。啊。我是有淡薄仔会惊，因为我较袂晓主动去找人开讲。佮较惊讲，我着和大人相处。因咧开讲的时阵，伊拢伫边仔咧耍头毛。伊拢徛在上后壁。啊，伊的面有咧紧张哦。第一个找到应该是小莫，陈莫玲，伊有一直陪我开讲，我就感觉有较放会开。我希望我是会当搁较做家己，然后会当较活泼的、较大方的。伊是爱的啦，爱啦。糖糖较避暑，伊希望伫遮会当表现到较大方的。嗯。找到 NPC 回答问题，用伊的相机翕相，就会当得到1分。
哥爱注意含这相机，伊是会害你扣分的哦。相机是 NPC， 因安排的角色，嘿，甲人暗示的。那问者，恁敢有看到迄 GoPro？ 无呢。无吗？姐姐，你是 NPC 吗？你敢有接到迄任务无？无好。我只要看到人，我就甲问，我无相信我找无。你真活泼咯，这个。这个一定是艺人。还是你 ？Hello， 大家 Hello， 兄，我是你。大家好，我是韩兴，今年22岁。我的专长是唱歌，还有跳舞。啊，我就爱煮饭，还有做饼干啊，啥物物件迄种。哦，かっこいい。以前做过4年女团成员。这个节目是一个足难得的机会，不管学久还是短，不管是老的还是淘汰，拢是一个人生的经验。大家好，我是华，我之前嘛做过1年半的女团。Hello， 我是主持人的华华。我伫内底是做迄主持担当，因为我较爱讲话，啊我就活泼的。迄屋子内底敢有？这礼品店内底敢有？粪扫桶内底敢有？迄内底敢有？小花店敢有？这会当入去吗？看者，我都一直感觉内底敢有。为啥物遮歹找啊？啊，遮足恐怖，我会惊的。因为我就是用一个足轻松的心情来。我虽然讲顺其自然，但是因为我家己本身就爱耍，所以我敢若会当希望家己免有淘汰。有自信哦。华华甲韩勋拢有参加过团对无？所以伊应该就是较了解这个免啊做一个应援团。嘛应该算高看镜头啦，高吹镜头啦，有经验，有经验。对。第3批是你吗？是你吗？我路过。我路过。对象。伊是同一赛的啦啦队。我是17。你要跟我翕相吗？一人翕一张，就会当有分数。啊，毋过一个人就会当1分尔。安尼就剩9张啊！每过2分钟的时阵，我才搁翕一张。因若是无翕到，我就无法度咯。啊，建武咧怎？谁给啊？哎。你爱看到伊唱咧后壁。后壁有你啦。直接菜椒啊，咁会发现咧。竟然无发现就走去了。 Nice。这届。你是镜头棍嘛？你预备翕相无？吹到。哎呦，欢喜哦！袂，好，咱一个好的角度来翕。好。我是体妹，我是镜头棍，5个你遐大无看到。大家嘛，就是谁？安尼会使吼。为体格舒好。哦，我是介于健舞，自细汉就是运动员，打排球，有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也毋过因为受伤，所以国手就退落来。然后我来啦啦队是因为我足少在讲台语。 愈来愈袂晓讲，所以我感觉台语无足可惜，而且我自细汉时阵拢是甲阿嬷讲台语，对于我来讲，亲像是一种回忆童年的感觉。我就感觉台语其实是台湾的传统个根本啦。你们在找什么东西？翕相机。什么东西？
翕相机。这个吗？不是。不是，我台语无练转呢。无练转，啊你敢跳舞？一丝啊。好了。这个人袂歹，伊甲比镜头里头对无？食番薯啦，哎，食番薯啦，哎。啊，食番薯啊！食番薯。我叫食番薯。啊，在推销啦！哎呦喂啊！伊是叫伊食番薯。哎啦。啊，食番薯啊！食番薯。番薯内底讲。番薯内底有我骨在哩。谢谢。啊，你敢知影翕相机伫对？哦，那边。那边。这侪台吗？很多。你是小妹妹诶，这皮敢会当食？哎。哦，像我呢？Luna 还有。妹妹啦。妹妹是 Luna。妹。哎。他们叫的。Why？啊，唔找镜头，去美国时间伫遐跳舞。对啊，伊唔是有任务。这个查某囡仔欠天，拄着人家招伊就去啊。听说我们可以一起参加的公主，感谢大家。因为我平时爱吃什么类型？你敢有看到GoPro？没有。哦，伊是要去问。伊有目的啦。安尼算巧啦，先假影甲伊跳舞，跳了再讲。爱先礼后兵啦。该是迄个女生。这个吧，那有人行路，不可能。该是迄个女生。这个吧，那有人行路，不可能。Hello， 你喜欢 PC 吗？你喜欢 PC 吗？哎，你哪有吗？你俩丢！哎，你们看我翕相吗？耶！谢谢。第一组，我是第一组，加油！你的水开啦，足够水呢。我是。拜拜。A 刚唱起来，系啊。找到倒车顶的镜头，面对镜头表演8秒，就会当得到分数。但是爱注意哦，这粒镜头是袂用的关键，所以其他的人若找到，嘛会得分。不过，你会当伫行路5步的范围内底，先把镜头藏起来，互别人找袂到。那安尼，其他的人就攞出得不到分数咯。镜头藏起来就无镜头啊！对啦，对来讲，迄就是减一个互人看到的机会。菜姐爱加油哦！我俩看，你可看建舞是跳还是弄的？哎呦，
哎，目色真好。嘿啊！哎，我一跳起就无一定啊。我就感觉厝内面应该是有。我可能吹无哇。红 Q E。哦，到位。爱跳背秒。也是绿色，对不对？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完全一样无熟悉。你看起来足奇怪。产品是我唔知为什么做话会当开讲，可能阮的经验有较少少，所以话会当讲较济。我来讲，个所在欣赏个。来，加。哪里？你水啊？对，你水啊？来，这个。哎，伊嘛有招伊去呢。啊。好，一个。哎，恁这阿琴嘛有较干巧哦。哎呀，啦对人伤多啊嘛。喂，含欣。你看，伊找到伊招伊来跳。对。啊，拄啊，琴找到先唱。嘿，女团的嘛，迄就家己迄团，家己团员啊吼。嘿。你有找到吗？这家？我找到5台。你找到5台？6台。哎，你为什么这个？我就知。大家所以谁来打？你在球场顶头对无？有大炮，2支大机咧去，搁有人摕小机咧去。你随时拢要注意讲，倒有镜头咧去，你的观察啊最重要。最重要。照咧去倒，你要随时拢摆出去上水的面啊，上水的笑容。妈妈，等一下，等。这有些就恶心毛毛虫，不舒服。气毛糖、毛毛虫啦。哦，气毛糖。嘿。我喜欢家己一张的，就恶心。这样就歹水。这台是阮家己翕相。1、2、3。好，安尼就好啊。扣1分。扣1分。啊？扣分？出现咯。甲伊唱起来。好，要不要紧，看起来好。到底想要来无？因到底是找到我吗？安尼我阁等2分钟，因若是无来，我就要翕相咯。原来有一台拍立得。你好，你是 NPC 吗？是不是？来，1、2。安怎要自拍哦？这是啥物字？我刚才看了扣1分尔。这是翕落扣1分哦。啊，毋对，我刚才我无翕，安尼我要来翕吧。我们翕吧。有巧呢。咱可以当翕相。对了，干啊！我先甲你翕一张。我无爱，紧走。有人叫骗。轻，这台有鬼。不要做。安尼有结婚吗？有。多谢老师。来谢谢。多谢。你在写你。什么意思？我。走无咯。
你把走收紧了吧？哦，又过来！紧来！走个老瓜。你即摆戒心有够重诶。你走啊！走啊！你走去啊！你底下就烦呢。你底。对啊。我来。你好开去啊你？无啊啦，忝诶，我多少要诶？伊咧第七。伊咧第七。你会扣几分呢？是啊。对啊，迄条就扣几分啊？是啊，啊我带个自拍诶。伊考过啊，咱袂放考。所以阮才逃走的啊。是啊。对啊，迄顶头写扣一分。你莫看到后壁写。我无看到。大家拢辛苦啊，先互家己一个拍拍。今日的 MVP 有12分哦，12分就最大的呢，就是咱的幼莹。但是，应该会记你还有这个物件。扣分。对，但是咱的幼莹有扣翕到一张，扣1分，所以咱最后的冠军就是。真正是紧张，刺激。糖甲慧文两个拢敢若足认真咧找。韩平应该嘛有机会哦。我是感觉建武摕咧共乌白翕，反正伊会赢。所以咱最后的冠军就是建宇。多谢大家。有无？因为共扣分啊。哇！好啦，多谢大家啦，多谢。谢谢老师，辛苦咯。谢谢。因为我平常时看足侪节目的，伊拢藏伫足奇怪所在，啥物冰箱内底啦，啊啥物马桶内底啦，讨厌呢节目组。我找到了，伊找到5台，1、2、3、4、6台、7台，哦，这最大咧。一个尔，老师。好。你是一直找迄吗？因为我翕足侪。伊偷翕，伊比起来偷翕。我会找机会。无啊啦，无得翕啦。无啊啦，忝的，我无看到。翕扣1分。哦，迄个是翕吧？一定要拍到正面吗？还是背面来噻？好。我感觉伊应该去参加演员的比赛，应该演戏。真够演。再选。伊一直比起来共偷翕嘞。嘿，交我队长啦。平常时有咧做记者。哎，黏等伊，橡皮搁伫遮，足大只的。这就是冠军的头壳。冠军的头壳。哇！哦，这心机厉害咧。哎，这颗剑舞啊，真正是足干巧。人拄则摕到迄台嘛，无翕别人啊。伊坑的呢，伊即摆摕来共翕。ショートカットの女の子、髪の毛短い女の子がなんか多分友達に教えてたシーン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よ。カメラの一緒に踊ってたところがあったと思うから、なんかショートカットの女の子は
結構仲間思い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悪いのはやっぱ男の人怖い。不过我感觉其实嘛算正常啊，比赛就是爱输赢啊，无比赛嘛是爱赢啊，这是已经上重要。我人生赢嘛，啊我赢较侪，我就我开先甲分数叫我开啦，更安全啦。哦，嘿啦嘿啦。啊，我个人安尼看起来是，其实透过这个任务吼，你已经开始豆豆了解因大家人个性的想法甲个性，所以因大家人的心态、个性拢无共款。嘿，啊，毋过伊到尾上尾会爱变一个团体哦。因咧想到这件代志，所以合作其实最重要。多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老师。卖港口啦，卖港。我无爱啦。咱小朋友，咱小朋友。你摕这概念，概念。咱小，咱小朋友。你看变小分的几名啦。哇！盖贤城堡哎，我介意的就水呢。阮今仔日住遮哦。盖贤城堡哎，我介意的就水呢。阮今仔日住遮哦。有淡薄水呢。讲起真的刚刚呢。金曲处黑破的移动城堡。漂亮啊！就大间的哇！这是 Princess 引导，真正是小木屋呢，真正有浴缸哎，会当泡汤啊！哇！哈利波特，怎么样？衫，你的衫来啊！哦，最后。哦，你是几号？11号。你讲，你的足细名，足高。为啥你看起来足大领？你第一届摕到衫最感动的无？足感动的啊，而且一定会甲收我好势。是8号，你我选的。我是68号，你啥是选8号？因为这是我的幸运的 number， 幸运的数。衫穿起无同款呢，这有咱的 logo。这 logo 的设计真特别，高水，真正足高水。真是要大做伙啊！够阳台呢？敢有椅啊？无椅啊，歹势起来哦，起来哦。还有溜滑梯。为什么？我要迄个会当算？这是别人的房间吗？我想要算迄，还是迄是 VIP 房？迄是因迄间吗？迄间敢是 VIP 吗？第一名，安尼阿酷。建武啦，伊第一名。你好，你好。你伫遐创啊？迄你的 VIP 房。我跟你找我的刀。唔是伫遮哦。唔是呢。看外口就好啊，亮亮。伊的阿酷，你房间敢若有溜滑梯呢？这就第一名啦，无法度啊。真好真好。我等下要去算。等下讲，等下讲。就晓摆呢，就想要甲摆呢。想要甲摆。系可能暗时困的就叫大家看不得哦。因为伊今仔日去我的 VIP 套房，伊凭啥物第一名？哦，伊就晓摆呢。我第一名差不多的吧。哇塞，这就是第一名的礼物，够有鞋啊诶！看遐好，交换王牌卡。会当换任务，会当动一届淘汰，啊，佫会当想要安怎换就安怎换，毋过敢用一届。就是想要安怎用就安怎用啦。伊若是家己真正无势力要用淘汰的时阵，伊就会当摕出来家己救。
迄叫做免死金牌。免死金牌对，动死嘛，动死，这张足重要的。好，来，看一个爱动的啊！哦，你有2张名称呢？哎，你为什么2张？请你来，再个参考。我讲无怪是第1名，你心机有够重的，干巧。再个参考。请你来。加速器。这是阮兜。按摩浴缸。你这买当练舞呢？你这你使给他劈腿呢？会受伤吼，我爱暖身一下，好无？你这件有。这身躯叫人看了。因为我真正无甲足济查某斗阵过拍排球的，所以查某较济。我佫是住宿舍的，所以拢是查甫的，所以我真正唔知影我讲话安怎讲。会互拍咩？嘿对，你若甲练做宝宝，我的衫也练做24号，你嘛甲差不多的你啊哈。你嘛甲差不多的哈。你有一点仔想歹啊？歹势。靠菜。哇，你这个人皮，你这个人安尼无法度。我一个查甫尔嘛，我先跪落来。你伫遐极可怜啊！哦，食遮好哦。哎呀，呢，因是来度假的哦，这个菜椒啊。我也是说。哦。いいな。来，大家辛苦啊吼！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哈。大家好，我是恁的编舞老师，我叫小晴。哎呦。小晴。是哦，是你熟悉哈。你是阮的舞蹈的老师。嘿。大家好，我是恁的编舞老师，我叫小晴。未来恁的练舞，我拢会甲恁带，然后甲恁做伙变好、进步。好啊，今日这顿是特别要传互恁的。请问。对，嘿，对，就是要请恁的，所以大家今日真欢喜，好，来开动。这体操舞应该会足困难的，老师舞会足困难无？袂啦。那毋过你穿这体操，感觉会足困难的。我甲你讲，即马穿这体操的关系吼，恁食好饱，等下才有迄气力，吼，才有气力当跳舞，吼。来，紧食，来。你也就派的吗？袂，放心，我是爱的教育哦。卖骗。5、6、7、8。伊大概伫阮练舞的时阵，拢讲买啦，要结束啊，无？爱共款你的手哦。来，搁一届，再一次，搁一届。毋是敢若淡薄仔乱尔吼，在的人真正是在的人的动作。我用要拼唱歌，看到伊的面我就紧张。真的。好啊，来，干杯，干杯！来，1、2、3，耶！来，紧食，卖客气，紧食。好吃饱。你要食啥？拢会使呢，薯条嘛会使。对啦，是两缸。我主张我最想要食鸡块，我想一块肉想2缸啊。加只歌，够晒。然后咱哪只吼，咱来听一条歌，这条歌嘛是特别为恁准备的哦，是咱菜椒的应援曲，吼，大家来听看卖，好听嘛，吼，好来，音乐来走嘞。若算袂歹呢，大礼拜就有菜椒的歌呢，嘛是算用心搁互因歌。对啊。哦，台语歌的。袂歹吼，好听无？好听。我讲介意。来，安恁拄仔是第一届听嘛，要互恁跳这条舞，恁会想要安怎跳？我听看卖，看这个概念是啥？安尼。用来家
所以就安尼上简单的。这是标准的应援曲的动作，但是伤简单啊啦。啊，来一个较难的，好，人安尼等来等去种。向北红蛋，向北红蛋。就伫咧顶头啊，你伫顶头，我等你。讲天马行空无要紧，除了咱拄仔听到的迄应援曲之外，棒球的应援曲有多一条是恁上喜欢的无？副帮的 Go Stronger。哦，我嘛是。哦，我上下趴。这刚讲袂歹哦，哎呦，来跳节跳节，表演节嘛，好不好？来，表演节来。来，我唔是我要。我上下趴多好啊，爱高劲呢。我的嘴哥有洋葱圈啊。我想要邀请老师跟我做伙跳。我差点讲爱付钱。老师，我用青春的大体。Oh my god！ 你来跟我做伙跳。来，要不咱做伙跳一下好不好？6、7，走，bang bang bang，哎呦，差点，噔噔噔噔噔噔，5、6、7、8，噔噔噔噔噔。哎呦，不够甩，要再甩一点。这三线的啦。对。双胞胎有心电感应啊，来看起来哦，来，1、2、3，哇！哎，今麦感觉真快乐，真好。真好，加油啦，大家！加油，加油！真好吃。怎样？出代志啊！乌衣怪客出现了。乖。会唔知咧比啥棒呢？嘿啊。我知影啦，因为到目前为止心拢足快乐的。对。生活因感觉一切拢足美满。美满美好。然后拢无风飞的时阵，雄怎啊甲结落？迄个乌衣的怪客应该就是带任务啦，应该是唔知啥物任务。これから一緒に笑顔の練習をしよう。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そうに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を感じたので、そこをもっと振り払って元気よくできたらもっと良く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した。这期我心中就定去啊！哎呦，你是歹人！你考啊？什么嘞？